你絕對諗唔到，將啲小米落埋紫蘇上邊，作用竟然咁犀利㗎！將佢哋上鑊炒一炒，解決咗好多人嘅煩惱。尤其係經常脾胃唔好、手腳冰冰凍凍、有濕氣重嘅姊妹們啊，記得點讚收藏起身啦！首先準備200克嘅新鮮紫蘇，200克嘅小米，用中細火不斷咁翻炒，炒到水分差唔多炒乾啦。再加入100克嘅氣滑紅酒粒，同樣將其水分炒乾。各位哥哥姐姐們，老王將自己終身受益嘅食養小技巧，毫無保留咁分享俾大家啦。可唔可以幫老王點個免費嘅小紅心，鼓勵支持下呢？多謝晒大家，祝你身體健康。一路炒到咁樣金黃色，就可以裝出嚟攤凍啦。然之後呢，裝入一個乾淨嘅玻璃密封罐入邊保存。幾時想飲嘅時候呢，不分一匙羹，加入啲滾水，直接沖開就可以飲得噶啦。呢個啊就非常有名嘅食養小妙招——紫蘇小米茶啦。尤其係早上起嚟之後空腹飲啊，特別好。每次我老婆飲完之後都話全身暖粒粒，陽氣滿滿，特別舒服。老婆，紫蘇小米茶沖好啦。好，嚟啦！嗱，配方同埋注意事項呢，我寫喺評論區啦。學識嘅姊妹們，記得幫老王點翻個讚，留翻關子啦。唔該晒大家。你絕對諗唔到，將甘蔗同陳皮一齊落鑊煲一煲，成個冬天啊，唔使跑藥鋪。呢個係老一輩傳落嚟嘅土方法。嚟睇下老王我係點樣整嘅。嗱。俗話有講，立冬後甘蔗係大補，咁點樣整先至為大補呢？接落嚟詳細方法，你記得點讚收藏好啦。首先我哋將3毫子斤嘅甘蔗去皮，再切成橡皮咁大細，跟住準備3片陳皮、6粒紅棗。紅棗我哋用起核器輕鬆取出棗核，然後剪成片。嗱，又到老王嘅養生小課堂時間啦！依家冬天特別乾燥，想要塊面啊紅卜卜、滑酥酥嘅，咁就要多啲用啲甘蔗煲湯飲啦。陳皮呢，佢對小皮小胃稀濕嘅人啊特別友好。呢個紅棗呢，本身可以補中益氣，對我哋人體入邊嘅紅色液體幫助好大噶。你寫飛啦嘛？好啦，食材都準備晒，我哋往煲度加入200克嘅甘蔗段、3片陳皮、6粒紅棗片。再倒入500毫升嘅龍川山泉，冚蓋大火煮滾之後，再轉細火慢慢煲佢20分鐘。好啦，時間到，我哋打開蓋睇睇先。哇，呢個湯色一睇啲營養同味道都出晒嚟啦，而且聞起嚟啊非常之清香。各位老友，老王每日都喺度分享緊食養小技巧。如果你手機啱好仲有電呢，可唔可以幫老王點個免費嘅小紅心，鼓勵支持一下？多謝晒大家，祝你身體健康。嚟，我嚟試啖先。正啊！呢個湯非常甘甜，一啖飲落去呢，成個人陽氣滿滿，舒服晒。你知唔知甘蔗陳皮飲？歡迎評論區分享你嘅見解。